粉絲們大家好，又嚟到朱醒生活百貨，我係你嘅主持人 Yan 店長。今次 Yan 店長咧專登搜羅咗啲咧唔同另類嘅水晶款式，因為咧通常咧大家市場上望到嘅水晶咧，大部分咧都係一啲白色嘅水晶啦，或者係一啲我哋所講嘅，你哋有啲客人會講嘅透明，即係純色、原色、白色。都有人會咁樣講法啦，咁其實我哋叫我哋原本 original 咧叫做白水晶啦，叫做統一啲咁講白水晶。咁通常咧，Yan 店長都同你講過㗎啦，逢親越彩色或者越特別嘅唔同系列嘅 colour 嘅水晶咧，通常咧都會係矜貴啲啦，少有啲撞款嘅機會率都低啲嘅。咁咧專登揀選咗兩個咧幾中性或者古典嘅感覺咧都有嘅效果咧俾大家，咁但係嘅顏色方面咧真係唔會喺市場上常常見得到嘅，同埋咧個 size 方面咧確實咧真係再少之極少啦。好啦，望下先嗱，而家 Yan 店長拎住一個咧鴛鴦嘅款式，咁咧賣點咧其實大家即刻望得到好 sharp 啊，因為點解啊？因為咧上面嘅水晶咧效果係乜嘢色咧？係一個黑灰色嘅感覺，哇！好神秘㗎喎個感覺，因為戴咗上去咧會感覺咧好似有啲神秘感啦、型格啲啦。咁當然配合埋打扮咧，其實咧斯文嘅情況底下都戴得嘅。所以其實冇話一定要呢對耳環襯嗰套衫完咗就冇。其實Yan 店長咧永遠都介紹，其實有時咧客人記住一對耳環咧，可能襯到咧屋企咧2到5套衫就已經好足夠㗎啦。咁因為你都唔想常常戴住嗰對好似叫飲衫嘅耳環咧，常常都戴住佢。當然可能你好鍾意啦，或者有人送有特別意思。咁但係個造型配搭就冇咁多咯喎。咁其實可以咧定期咧換下 upgrade 下個款嘅時候咧，你感覺人哋望你咧都耳目一新啲嘅。好啦，咁呢個咧就係方形嘅長方形啦。唔係正方形，長方形嘅效果，有個十字星啦。嗱，其實佢呢個款咧鴛鴦嘅，咁變咗咧，其實有時狀態就可以，甚至乎有啲客人鍾意戴一邊嘅時候咧，咁有2個戴法啦，咁亦都可以左右配搭啦。甚至乎我識一啲客人咧，可能咧一邊耳仔上面咧係多過1個耳窿咧，可能擺喺一邊方向嘅啫。咁所以嗰啲咧係稍為大膽啲嘅，因為可能2個咧戴咗上去咧，其實係會再豐富好多。咁但係有啲客人係可以嘅，咁嗱 Yan 店長都只係可以一邊戴一隻嘅啫嘅狀態，應該呢個款式。雖然 Yan 店長有有2對耳窿咧，即係4個窿啦。咁但係我應該就會係對稱咁樣同佢戴啦。咁呢個款式咧，佢都好細心喎，做咗左右嘅呼應嘅，因為個耳嘅水晶方向咧，其實都可以呼應到咧翻一左一右一個鏡像感覺，但係又有一個鴛鴦嘅設計，咁所以咧感覺咧動感好多啦。咁呢個咧淨係個方形石會咁樣喐啦，而另外一款咧拆出嚟俾大家睇咗先。真係唔係好大嘅啫，大概1毫子咁大所有嘅兩粒石。咁呢個咧個喐動就喺呢度啦。咁所以咧紮邊同唔紮邊嘅女仔咧，其實戴上去咧都冇問題嘅。真心呢對咧，其實如果你問我啊，其實男士咧確實我都有試過咧，都接受到呢啲 size 嚟戴嘅。當然嗰個男仔一定要鍾意呢啲咁嘅 size 先會選購啦。咁其實如果你問我咧，呢個款係中性到連男士都可以 OK 嘅。咁大概幾大到咧？嗱，俾個1蚊校對俾大家望下，真係大概1毫子咁大粒嘅水晶啊，好少見嘅，因為好少長方形嘅切割啦，同埋一個灰黑色嘅一個水晶設計。係啦，呢個係01款式嗱，客人可以咁樣戴，或者可能我真係鍾意左邊嘅，左右呼應翻粒石嘅都得嘅。OK， 呢個係01款式。好啦，呢個02款式咧出場啦，哇閃到暈啊！因為呢個款式咧見唔見到係一個茶色系列，呢個02啊，呢個02款式記實02。好啦，解構下望落去，咦好簡單啫，就係好清咧，大家係容易襯嘅。首先拆俾你哋大家睇先。嗱，乾坤賣點就係一個
長條呢個設計啦，上面好似戴咗一個帽仔嘅感覺啦。咁呢個配件咧，嗱雖然可以伸縮啊，咁其實咧大家要小心咧，佢應該咧就唔會褪到出嚟嘅，因為其實咧呢度都頂住咗嘅。咁勾款咧，其實同點戴啊，都係一戴好似一個勾款嘅設計咁樣勾落去咧就 OK 㗎啦。嗱，上次英店長咧教過啦，如果你會驚哇咁樣戴法會唔會好容易跌啊？嗱，講多次嚇，因為可能有啲新嘅 fans 咧，可能未必知道。咁有啲客人咧超懶咧，好似英店長咁咧，就真係就咁戴㗎啦。咁咧我就唔會再配襯一個後面一個托啦。如果需要嘅話，英店長都可以俾一對你，咁咧就可以咧拮翻落去。好，拮翻落去，咁咧就安全啲。你即係點樣揈咧？跳舞、跑步、追車都唔怕㗎啦。咁但係咧，英店長懶嘅關係咧，其實咧可能咧，我個設計咧可能咧教個小貼士，攣埋少少咧個設計咧，令到佢咧冇咁容易咧，令到你脱走喺你隻耳仔上面咧，其實呢個咧都係一個方法嚟嘅。咁當然如果客人唔中意咧，問翻英店長俾翻個托你。好啦，睇埋呢粒水晶先。除咗個帽仔上面嘅設計咧，有個喐動感啦。咁其實原粒石咧，真心啦，呢粒咧係一大嘅賣點，就係一個茶色水晶，係一個欖形設計。有啲似眼仔啊，其實一粒好似眼仔嘅感覺。咁其實咧佢都好立體唔平面嘅喎，佢真係一個圓粒咁樣成粒黏製上去嘅，咁啊唔使太擔心啦。當然大家要小心處理戴嘅除嘅時候咧，都要小心慢慢存放好啦。大家唔好話好趕急嘅時候戴咧，驚你失手跌落地咧，可能會有困撞多咧，你可能會整花佢啊，甚至可能整唔見佢噶嘛。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因為原粒咁大粒嘅水晶咧，其實咁稀有咧，唔係成日出現到，所以咧英店長一開箱咧就即刻拍呢條片咧，俾大家睇一啲另類嘅水晶款式啊！呢個係茶色效果啦，欖形眼仔同埋一個長棒棒設計，咁所以如果你真係戴到上去咧，其實就真係淨係喐到下面嗰 part 嘅啫，動感咧上面咧精緻度喺下面，咁所以就算唔紮邊嘅女士咧，如果戴上去嘅感覺咧，應該咧都會好出㗎啦個效果，因為咧上面嗰度咧只係一個簡單嘅幼線線條，咁所以咧其實賣點，如果你唔紮邊咧，下面嘅朋友仔啊，對方咧見到你嘅時候咧，應該都會俾你殘親㗎啦，應該係啦。01同02款係啦，咁價錢方面咧幾多錢咧？因為通常如果呢啲咁大粒嘅水晶咧，真心應該英店長行出街嘅經驗咧，其實挨近咧可能超過100蚊。甚至乎唔止嘅呢個價錢，咁睇你邊個地區買啦。咁英店長咧同豬柳蛋咧攞到一個非常之靚嘅價錢，價錢幾多咧？如果相熟嘅 fans 睇開你咧都知道㗎啦，都係40蚊一對，我都覺得好 crazy，點解可以咁平？所以咧，英店長喺公司咧，其實咧中意戴飾物嘅咧，其實真係好大鑊㗎，返工每一次都見到咧，好想自己全部擁有，但係唔可以咁自私啊嘛，一定要 share 俾啲我哋嘅粉絲們，有咁正嘅嘢一定要開心 share。好啦，就係40蚊一對，其實40蚊，就算你諗起你嘅朋友或者你屋企人都好適合嘅話，不妨揀一對俾佢，或者你啲好閨蜜。如果你送上去，大家都會好開心，或者自私用，自己要咗先。OK， 記得快啲揾英店長落單啦。好啦，今日介紹到咁多，我哋下集再有筍嘢繼續介紹。多謝，拜拜。